不晓得罗里的有家还生代之后呢，家里2缸多体多个苦浪的到后林屋里，用武之白龙毛，再弄苦浪的胖跑出去么一圈都到老哈子屋里。哈子夫妻2个里觉得不得了，是一圈龙过2个差人把门进来，说那苦浪的这个味道了的明恶啊！这能跟我还是攀爬上里的吧？还是大概些人管的万事万事，这不可能当我凶手，他眼睛呢还可以杀人干。不晓得理想啊，高兴觉得不得了。哭出来头了子男人不不理解，老孩子刚刚安慰说高兴你放心，叮咚俺们的怪他几日天，不可能拿我们当凶手。我的龙江说呢为娘家，我为主来自再来进来吧。你根本办法努力都送出去门关，你要破1日天的了。老孩子跟这2个差人，记得没的呀。好，先上来，爸。2个差人，一个大子老孩子，一个领子地盘来。差人都比的像是有什么高？你是孩子呀，孩子绝对不可能是凶手，哪是杀人呢？那么这个苦浪的落得来的呢，也讲得该。但是落里的有高，深深海里到哪里屋里去？那个米也做不到指给，这种孩子打在俺们里，让只有过手当发了。现在不要再讲，路上就不认真。谁搞的清场，忙着俺们里想勾起呀。
辰光已经在我们。我老哈子才是北方口啊，老邓啊，你是要两只海的，你是要插兵吧？好，这些插兵插人的兵人，要进北门我攻来们，他真正有些路刚切个事体，想想好，吃一吃够，要一要，天外分两只能等到东方发达，只有过起来收拾一笔，能让希望给你。俺们两个差异脑子病人，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兵都不来了。松冈我定有只有三山加三深度，今年是松山，中等身上上一张夹毛的个面孔，啥叫夹毛的面孔着？就是眼睛白的直播三的十种。一些嘛，我们社会都做了一做对的，这个叫夹毛的面孔。上人2年都去土长要活动，每个早上起来，打开眼睛嘛睡到东南间，刷上我去是来点黄道。今早早上起来，看过面吃过点心，看见茶人进来，说起讲，这个什么事啊？我兵都来了。石岗上石岗东，风都来要知名，西门那里说过东。说到了孩子，我里想发一空浪的一个神明白体发够阴阳是你大当俺们亲都来要顶的。哎呦，只有个一号，说啥呢？哎呀，你顶顶破人命，龙福天上让大明立法，你走过个家名额龙福天上马上是要嘎这个。现在只有个3张名额打了蟑螂，现在1来名额哪也狠。差评这道水的一口，老哈子我里都会口浪的。来呀，说这个骆子文带来没有？北望口啊，来呀，好，马上升堂了。当前也想收档，不晓得哪里哈啦啦啦啦啦啦，奔进来一个人，后堂堂的，包兵都来呀！什么事啊？外兵都来呀！现在的西子海滩个地方，正在走廊上发一副头怒视的命，可个老百姓行的样子，听都不来呀，马上去想你呀！哎呦，只有我一日一下走这么83根的，啥么子一张名额为分门，1来1张名额着，哪个不能收到了？马上会着第几？手指剪子大字苍蝇，勾搭西子海滩打口来一句副头个怒视。哎，想让老哈子我里都会口浪的海湾，为啥口浪的我在装口啊装得上去，口浪的拎得来装上去，嘿嘿，这一拍一鸣风是牵这个牛排。两百姓二零二个只有过去门，你都安认得这个啥人？这对百姓一口门，认得是认得个，吃手浪饭个，这最具见谁谁？一年都要吃得最食物的，哎呀，那今在不平还杀他自己。那不个第8星期这个呀，这个骨头长过了好多骨哟，你也弄不清上给，别弄不清上你还认得，然后吃来你8星你出卖的呀。大家态度是不认得个，只有滚不违法，吃来地方，哎，你去白龙天上，这个啥的样人？自家手指剪子大字差人，为这他们那么一上功夫。来呀！好，马上升堂。是，都来要升堂人，当当当，咚咚咚，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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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国门开放，请都来要高兴啊！嘿嘿嘿嘿嘿嘿，只有个八毛正灯，这个我做官来亲到底，只要银子不要米。有了银子到了手，什么地方买不到米？嘿嘿嘿嘿嘿，只有个居中守鼎。这个来呀，好，带骆子文，大骆子文啊！记得只有个外分首当，提前里向扣个老百姓已经干满。罗达来个2个地方。一个是老哈子的乡里，老哈子做到俺们里向老铁日，哇啦哇啦的靠，惊动乡邻一门，实际一桩事体，老哈子人又好，因此
大高关心大概带来口中道，唯一部分老百姓的细致海苔，只有个乡人一张明暗，不晓得杀人凶手。因此，不是替老百姓干那么还来口中道。现在听见大老哈子那个对老百姓一个路上上么子，特别是细致海苔的百姓，这上面为的哈子千里看。真是目光塞了海口，两个船员哈啦啦啦啦啦啦的要进过来到给打，对吧？老哈子啊，上当激动了哟，没好没好，他们责任的呀，打一步来，几个人打一步往里向来，老哈子到现在辰光里到王世王一点点不紧张。老子们当你好酒家有什么在？嘿，天天都不来要来让上帝三人落下自己都来要可的在不来啊送链子。这是规矩生活凡人到当米了，所有邻居谁要气头。落下子他的力量真是宽阔，力量开头，哦哟。送这个力量那是这个牙往里冒个在上面叫一群送完下次都来呀骆子文抬头女人不够我叫你抬头你就抬头根本都不来呀下方式在你是个瞎子啊还是让有在瞎子是看不出的了这三样我都说他杀人还是看得出的去我还知道你做你的我呼吸人开心大概只有个还呼吸人开心后来呀你说的对个还是看不出看得出不讲还是接两只在那等骡子吧骆子湾今年几岁了现在44岁做什么买卖的7口收命给收命是啥哟本地啥鱼啊哈哈嘿嘿嘿骆子湾你的生意怎么样啊那么老哈子有点我说人家呢家只有个头张红头老百姓才晓得个本当口里不起实际一张明加上大堂米朗想不门我空浪的罗达来个不大思想里门子不门听见我7口收命本的生意你的生意怎么样我生意好你也想靠着搞老哈子谢对了呀怎么样你们的生意是最近生意一塌糊涂东欧呢今日东福的看要么你这样的本哎呦吃了个1块打进不对的骆子湾你说你家里的人头什么地方来的嘿那么对这门去这个空老里的心里想哟到底做你的因为哈子因此错不懂当然没人做个自家吃块的叔人有美好不知努力的人伤人体谅为了害我哈子嘿第7个苦恼的我心里真叫拉不成都来呀用笔分水法考虑我从小口不出一斤还默默我们想的竟然上那坡我的7口生命我的3亿走
杀戮北京上有分切公的肉。差人啊，谁也指出来？喂，老哈子啊！门内苦劳的个事体用不到太苦劲给我飞呀！我总归我个事体啊，详细说不都来呀，听嘿都来呀。假说你压力两杆钩，我的东门乖乖哈，这门是不落，我听得阿弥郎想，这个加上一个人的跑进所以压力像两杆斗地，我预备归进东门困个子。嘿，加上刚强归好东门阿弥郎，八个一来不知啥人，都个苦劳的到我屋里，你夫妻两个的纠结得不得了。想怎么样？哎呀，我要想怎么样说？哎呀，等到要想躲到红里去，要想出去嘛，那么想的是，哎呀，不能躲。没公子躲到红里去，已经犯法了，叫以势制胜。要想已经出去，那么呢？那听高头晓得，老哈子不是凶手，因此你用不了10句话，整个事体哒讲到该他们想到的不能是个一句，所以又想跟脑子像风出的钢子，聪明，一动脑筋对了，都特苦劳的，只有我们的高支部2个人晓得。现在让你让高支部分了不必，第二一句说吧，往事不人晓得的，对不了呀。我也想送到俺们里领啊，聪明送到俺们里总归不错。但如今街上门廊听见嘛咚，上队里听见半门声音，那么眼睛到提进一下，开动门听一听，铃啊！胡说啊！只有看没有听的。我也不应该好看，我看不出这好听呀。哦，对，你还是啊，对。瞧牛嘞，2个茶人立了帮的英哥哥。加上牛来山能做等2个茶人，我知道你想么你都笑嘻嘻，是老哈子啊，拿出来吧，啥介绍拿出来怎么大家在我落那么2个茶人这个道理出你的老哈子啊，不要你说不能给讲出来，你也插队的一个，只有不叫你做到，你是来熬垮。人家是说出来要插队的，只有个晓得个等辈子，哪是靠不上人，心里想慌了噻。晓得老哈子说混他的，老哈子人蛮漂亮，好手多个应对不离旁，有劲对哈子杀眼睛，也是夸哈子可不出过，2个的急得不得了。既然不放心，老哈子也不晓得多插队的，等到我拿出来嘛，2个的哈也哈得不得了。谁让我们当丫头到我们里下，对不对呀？你是韩姑，你是亲姑，你想想，我还是眼睛哪会得杀人哦？对不对呀？我越杀人要被人杀，放都来呀！我们民间高有也我真凶作。麒麟啊，一麟啊！我也这地下地走，我不骂呢。麒麟一体服，我不呀，美女混当理想，听得不贴一个药。用不那个药还是啊，我穷不够，只好个弟弟表表心意着。嘿，
到了呀，是不能搞黑我们老汉子听到了呀，民警高有防止我吧。那么只有个废话相信的，为啥么？因为你是瞎子是不可能杀人的。那么老子问，不是杀人凶手。那么那哈你，那么我的房我不能放高，房子里我等我去做凶手呢，我也做不来。只有个一动呢，进门有在，让我再来规矩来个来办法，叫瞎子拿一个油膏出来。个油膏运动的，少客气，开力去做光。不动的，可是不客气在，哪里当体系举办，身上一还接欧。对，这个罗子文是的不来呀，我大老爷相信你的话。你是个瞎子，你是不可能杀人的。是我瞎子眼睛不能给杀人。怎么说一个人逃跑到你的家中，一定是你的冤家害你的咯？我瞎子听了个两句都没高兴，今朝糊涂过到糊涂了。对个，不能讲到了空浪里打我屋里，到处打我油膏，深深害我的。好吧，你就好好的想一想，你把这个冤家的名字说出来，我马上放你回去，把这个冤家重办，你看怎么样啊？哦，当然呀，你还是我这样设个油膏出来，你是我这个油膏被我放出去啊？对，怎么样？听我刚才说，我们偶叫某一声那个头长官，咚，是我凶手刚不过去，瞎子眼睛哪会得杀人？不是我凶手凭来本事扑不了门开进，叫我搞个油膏出来，什么呀？还是告这个油膏水好弄油膏牌，这是我个油膏嘛，非定凶手呀！啥个意思心里明白的？这个油膏我不能给搞，十个油膏出来，这个油膏空了，给搞到嘿，老一句，靠去做稿，不给搞到谁好是你凶手，不不给确当人造，偷掌柜的归让了谁法？我还是做你的这张名，我可以在那里好讲有讲这种地方还是好。当然呀，你害我是不错，不能讲到个空浪里到我屋里，但我一定是有来过了，所以派个空浪里来是有讲。对呀，不过个有讲我细细的一想啊。谁呀？的，没有。的。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冤家的啊？当然呀，是觉得奇怪的，因为你们谁有讲那喊我们的。对，当然呀，别人还有讲，我们不有讲。你做人这么好啊？我怎么做人好呀？因为我瞎子呀，不为了都不能讲做有讲。那时呢，不能讲靠得那我一国分那不能讲的。所以一旦是听我们中国吃块的，我们有啥个有讲？所以我们才是听讲不有讲，因为我们瞎子当然呀，听来临相别法。哎呦，忽的哈个呀哈！现在我龙福天上见我临相别法，那么对哈先生妈妈，你不讲我还有办法的，啥个办法嘛？看还也看个有讲出来，哎呀试试看呢。只有个面孔一辈子。骆子文，是你不说就是包庇凶手。来呀，张嘴四十。我孩子啊，你想明白，不有个人靠个呀，差人都这个字呀，你讲这个出来没好什么？老孩子一听上门，让我不开本人讲也吃啥我干，没，看我破个，怎么来呀？有讲有改，人家说，你说谁呀？杀人家，嘿，怎么来呀？等到我想不起。现在没想个事，我有讲不是白人，谁是没弄来呀？我大老爷怎么是你的冤家？差你个奇怪，没人你混着不来呀？跟你啥个有讲？你想想，
我们不有讲，的确不有讲，实在不有讲，难度来呀！别人讲我瞎讲有讲，是跟我瞎讲有讲，还得不人讲家仆人往干部人讲。我实在不有讲，的确不有讲，你别人讲我瞎讲有讲，你得我啥个有讲，你去问问自家。哎呦，还有，听状我大老爷还当了得来呀！啊，狠狠的打！呵呵，差娘谁指出来一个的呀？这个老哈子个张子，哎呀厉害呀！老哈子啊，不有讲要看个呀，看不在大丈夫生不来人。好，既然乃是好人，反不人讲，帮你嘛。比张子要求奴工人啊，只不张开，至少和社同的给大家个哦。好，奉杜拉雅之命，人人四十，一三五天人，外宾杜拉雅40几当兵啊！只有个好啊，这个是开个章，得查你妈妈都在了作弊哇！俺作弊都帮忙。所以力量呢，听考在现在兄弟当故事查人定要去。人家搞了动力，哪怕大人还可以作弊，非要是个种些引法，各种些引法呀，小姐比这样子像下地的干一张，上头的我的写个地方是你是一个地方，假是真的帮你忙，那个笔章是最好的，这个笔章是2块笔的，每一块10港元，顶起来也10港元。扣起来结果，假是帮你忙，这个笔章是有花的，这个2块笔章是花的顶了上的细开，扣起来声音来得个响，啪啪啪，小子就啪啪啪啪啪，记得面孔上打人嘛，那2块笔是个啪嗒啪嗒啪嗒的那拍。假是不帮你忙的扣子2块笔花的顶了上的还顶了一顶了10港元，扣起来声音不响。还有机器上的啪啪几下的面孔就要黑起来，而且黑个里向才有好的，帮你忙像今朝落哈子一样，当得没黑得快，没肚子病呢。哦，135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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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趟把子考到4级。假是今朝不帮你忙来扣着，谁吃第2个头？当得快黑得没那么的口子，靠着一般的吃了开始半年还1级呀，那么第3级的哦，再加上呼吸嘞，实际上是400几啊，10港。所以说你当故事查人帮你忙，不帮你忙，真吃到。今朝叔叔落哈子分搞了动力2样，并让你讲人有不错，你只有个硬仗，好帮忙地方帮忙，40几当兵，哈哈，只有个好啊，带你种忙忙都作弊啊！假使落哈子再不是，我看辈子肯得让作弊。罗子文，到底有没有冤家？你说不说？不。考子与我别拉桌子，不，你考上吧，我这狗咋为还不好极了，还说没有来啊！大毛板，那么传你这个，我哈子啊，你吃不消。当毛板的汉阳这个毛板要起步的，每一期起个步的。虽然还好帮忙，但是中国也考得几步，各种辈子他因为皮包过的那哪来是？所以大家能觉得地心里想，哈哈，老哈子俺听见呀，再不是有个要当毛辈子呢，硬的吃不消个呀，不晓得老哈子啊混头的，他们这没啥关系，往事你都帮忙了要好了，这个话谁是出来的？查你面孔啊涨红的哈，打是，晓得个只有个光红了，假是再作弊口出来，你一定要打。没办法，如果
孩子通到王洞里盘撑到地上，口子下一下他盘，被子高高举起。要是两当，不晓得老百姓看得清清爽爽。这个孩子哈，分明啊，直过满门来，真是哇一个路上。来了第一两把两老爸爸才是老水嘞，分贝那处理孩子不害人的只有个硬让了，口得实在口不过了，高一声群众放屁，那高一声放屁不比人好了，后头年纪轻的跟儿子没得放屁呀！这个上面当百姓起洪水日，不过忙弄起大家看的只有个农家，不晓得谁那个黑龙光街上越一了声音，改工众人的声音，大老爷提美之大若自问谁身旁人的乃是汉人。也是这个路上老百姓一听上么子一年声音破口浪的，嘿嘿，这个是提戏剧。这张名额，一出门开金地，喊大老爷这个，快吧，等我那个，晚来不及，避风的也来不及，上么子？你我这当当面上声音破口浪的，而且一听后里，哇，也是一个路上，哎呀，今朝这出戏好看。后领啊后领，内声音破口浪的凶水内啊，老百姓不相信。各位哪位的声音破口浪的懂得？后领为人正直，爱当不便，大概不是天来看中到，看见老孩子吃三碗，只有个满门，用武之辈不懂公事，谁明忙自家身上想，那想代替来吃几三碗。后领啊，不这个味道了嘿。乃是该高档八位家事，一人偷张过西儿同地。本当见老孩子讲有讲，预备该同地靠住讲的，你自家声音破口浪的，哎呀，那么该讲，因此老百姓都为后领杀军，不然不少。正好只有个分天井，真是话对为国那么谁能对只有个吗？那么只有个安天井，哪位分天井？一看上么上，后领啊，还有个只有个开心啊！杀气吧，谁人不杀来在？这个朋友该搞当干，我单子给他一进了洞里的南京，不机会呀！上么上今朝你自个送得来个哈姐。那是不新鲜门还是上子来呀！好，带韩令是差人的口令谁也好，你不得发功来吧？哎呀，都要你还打出来！口令要的是我发好，不顺带是口令哪会的来？牛来说你跑个空浪的，一牙踢得嘴边两高的分困了。张老想起来，押进当庭，不晓得已经漏飞。得到消息，说你压力像空浪的，多到是落哈子窝里想，落天是今朝哭到以来，后领妖精啪到哈子窝里门落天日，该个辰光时时加走个。我们落天日来发现，我在堂面上想死水公道，点都男人为主来。这家人家非常可恶，后领身边摸一摸，以十几两03银子怕对上下一把。这山当走红妖精哈哒哒哒哒，出了哈子屋里忙正俺们里想起，不晓得你刚巧把背雨里一个人哈哒哒哒再过来，啥人追兵？追兵也有得到消息，预备大哥上了梁。不晓得天气是阿公到老孩子屋里吧？哎呀，押金在的嘞！后领是钱扛钱吧？你看如
大起的，老天是说到我们的去，哎呀，那么最并这个是小大哥比起死水公道，人家死水公道，今这个是天改革。阿哥啊，你等我们商量商量呀。你用到二地里干劳动的，我哪老孩子不吃口的给，你不可能只有不当的凶器，那么再想想办法。我死水公道跟头照顾后头过，阿哥比起跟今朝事体摆旁讲。政府带的哈啦啦拼命再过来，就口没口得进，哇啦哇啦喊嘛已经听不见。后令越笨越笨越夸，最近好不容易再度给到我们刚求夹进当面嘛，后令汪洋一声已经喊，哎呀！弟兄两考虑是这样来。但是最近隔了年代里想可弄不到谁的后令分晓的现在差异我的大当面上想后令当面哈哈老一在上韩林可以记老一波这个韩林你刚才在外边说些什么？哎呀大老爷这个神灵乃是韩林跑的日落之门牺牲佛是天大老爷将他释放韩林于是莫是为民老爷不罪是了只有个恶家称赞好大丈夫此水公道非不应告那么呢现在我身心帮帮那个忙不够恶令还要看你去做广告看你去护你东李不肯是我不答应个一动南京们于在看你3天2年子错不都在明明看做广只让国民党忘个这个韩林是你自首公堂不归为大丈夫的行为好啊我大老爷能够宽恕的地方就一定宽恕你是好了我听说那个死者的家属很穷啊我看这样吧你拿3000两银子出来我给那个死者的家属没有话说我大老爷就好办了你看怎么样啊后令听见眼一眼各位老百姓听见了对后令口口滴滴的答应平一户那喊到的这张名额大人名额今朝只有个事故不开咖喱根本难扣了今朝500明朝1天一点点印度也回不来要只有个拉着旁边的人拉的错不都在拉那么龙地开封不来听听你也搞了计划来现在只有个开价的3天2银子当然不是小什么不应该挪不出但是在后令多多零08那家是这个狗女身上8根毛其实说3天2银子可以买一张名额3天2银子来马上可以还周期3天2银子老孩子不吃苦的可以放周期还是比你好因此对后令哥哥弟弟的答应后令哈想了一想呵呵呀的就是不答应那么后令还是不说得动的法例子政治大于这想法才是真的不老想哎呀只有过我听得说看我说讲3天2不是不答应我不能答应你答应那是让我不是凶手还比凶手3天2我马上答应的时候老百姓不明真相大家议论哟老兄啊这种名字的后面大家不讲看上去大家难道发大家们3天2银子呢还恩赐上不马上肯用呢对不我用这3天2银子不是凶手但是彼此凶手的意义实然也像你难肯你哪可以用儿子弄天
上到了后林福大家加着4种，非要说3天量6天量500个恩子。神代之后林10干想老弟神明贵体非同儿戏，请大老爷将此爱杀一个水落石出，这3天两分人谁在而已？哎呦，只有我一听东莞和林不答应吗？不答应，这是不上客气。两人讲面孔是白绿白的，好吧，韩宇是。既然如此，你老实说，你是怎么样杀人行凶，怎么样抛头陷害骆子文的，跟我老实招来。好，后林听到给他们后来了。哎呀，头长过，非要来面孔。这个啥玩意儿？分大营来怕马上2顶的帽子，那喊杀人英雄，那喊跑女遗害。哎呀，老爷，跑女却是真的。说人真凶并非韩林，请大老爷铭记。哼，你是杀人的凶手。如何？什么冤枉？我不上大刑，量你不着。这老呀，上大刑！猜啦！只有个让差人不办法，他嘎滚多来，老百姓也是这个路人，哎呀，吃口对的。大高为后林军，圣代是后林气得了面孔贴天气上门上，内外空音逼宫，根本那样的。只有个我心有2只脚不能割杀，哪怕割头3天2人之人可当医药费，我以2人之杀不为不能。跟对比起，眼睛一闭，灯内上边，不觉得老百姓绝旁边一个人听得清清爽爽，杀你们老哈子，哎呀！耳朵呀，你那还好打出来呢，晓得后林爱当不平，看不惯事体啊，打出来各张5名，这有我来呀！你不能给打出来呀！只有我们不办法，因为我哈子。只有我看见我们孩子这个活生吃了啥子带通牙齿，老公没办法，你后林该搞到里内呼吸头长，只有我看见那后林这个8月给吃汤头之上，不然是恢复他的这样。跟着遇到那后林一家人高光，遇到那后林吃空头，为什么孩子来顶一顶？看看我孩子好大高分享的，你的儿子就冒谁的举止吧？我2个家的什么上天的后林不得到，他人的是我老孩子嘞。哎呦，个猪骨好是好的嘞，在他身上忙忙的，你吃饭子，眼睛乖子呀！哎呀，这个后林3天2人子马上要出来夸着哟，你刚刚他们给耍了。哎呀，好个了，骆子文是都来呀！我说什么？什么是你呀？韩林说跑人就是他。哦，后林是怕空浪的是你呀？对，反正怕空浪的我。什么是你呢？是我。你现在后林哪会怕的嘞？这个空浪的不是我们杀他该说来，我们要紧我空浪的胖多出去嘛，一切都到后林窝里，那么后林卡起来再多还不我你爸爸多来多去的呀！胡说！谁个人家混这个4年空浪的，还天来驴这个拍来拍去的，你胡说八道！你是个瞎子，你怎么可以杀人呢？那还是吃，还说你在出门的，不去那里了，还是杀我那个呀！王八蛋，一拉还3我死的喂！哦，有个种人家，娘奶哪里请了人家杀他你呀？不这种事体的呀！你胡说八道，你不许开口！差人啊，谁子出来的？那是俺帮忙的还来是？我里偷到王洞里请了那个怎么个？后林到有点爱口音跟沟通。哎呦，这个孩子倒好，不晓得差人不办法，我后林盘嘎滚上好，我嘎滚3根带子的木头，后林举了海2只脚盘开进去，给那个人说，给那个差人说不定代替之事，给那个人说，归那个差人对了，这样只有个规则永远
那么神说的是嘎。二林啊，哪怕你有本事，还缺乏是加工不老下，功夫远不到个了。但二林跟的怕眼睛这比灯来容易，谁了这些冷光，就说马的哈。本身的一个差人，啊，兵都不来呀！什么事啊？外兵都不来呀！是要给扶太阳衙门的当场，但是自己刚受刑，我都人果如这样到给到松高，各位同仁，亡命在身，奉旨出京，刚能行着，马上谁也来在扶太阳会长我，各个衙门会长一上，请都来呀，定制为公，莫论人这种人，我为了其他人提都来呀，这位还，哎呀呀呀呀！谁给我推脸人生，觉得什么？那么只有我真的想法了，眼睛怪子呀，干嘛的来这个人恶动人子？奉旨出京，亡命在身，大家在一起最最然后，哎呦，可是不能不这个，不这个欺君之罪个。只有我这个想法，反而这头人也不就神光了呀！这头人为出来这么，今这个身体里的人子，我随便哪也努力出来。来呀！啊，把韩林洛之文再起手签。来呀！啊，马上起脚，到码头迎接秦安大人。炸！差人斗起马队，马上抬杠，后领落下子拐到街道里下，轿子准备好，听懂了要上桥。只有个大师差人忙着马队上去。该个老百姓晒他，一日天为出去，500日天的人觉得奇怪，杀上头的刚受人耳都认得，他们去看，一路到马队上下，面对当中一个人就得不得了，啥你们都是阳光最兵的，连了我们门口谁看还来的，只有我看这个阿哥为人真实，3天2年子不肯用。一定那个阿狗不是都背起来嘛？都10年前哪个拿龙饭，我那还来句阿狗呢？想带个老们，个多10年作业，3个年到的老磨米呀！哎呀，这里时候是好
现在听见是来自一位江苏人儿童人，只有过太子堂们是这头年子。哎呀，这边像几位来着？既然只有过后头头章，侬啥个在头年们是干啥呢？假使上次干正，阿哥欲望可以龙天上咱。对，哎呀，去妹妹姐，我们做读书人啊，大明立法虽在干上，也各取功名。假使我功名割脱，哎呀，我将来哪进京看看呢？哪是白飞身？这边这个想，我个人啊，我哪还是样子呀？当初你摸这个生命去打个我邻居的，不嘞，你娘你这生命啊，不这为啥个功名两个字嘞？想干个啷想嘛啊！为狗狗，好举个功名哦，为狗狗，一死一个心定要下举胸膛出门真是大定至今这边也就为到我里下在释放给你是做的走嘞，我怎么用体特别大一些功夫一张张子小孩可高扶我一个身边一靠都是你个的写的干加上也运动差人肯帮忙的事情也比当不善的都是快搞个班我班子不是03年子当一个班身边一靠重新围出来黑青一脸够大模的一口我会有深山人嘿大家才来看到你毛在闺蜜我们那个差人在了嘿咱们眼睛过去当战后科技一个当一个战后背这个03年子等去帮忙一个不来嘛现在不得啥他们一个徐天公啊嘿哈今家来讲土匪之杀这件事此这不这等这样上天听我要告诉我回头鸭子皮是啊天公啊太客气了儿童要等你大家来一家人今朝只有个妈妈你大家看得清清爽爽来金相公大哥还是要好的老男人之手上用不了个谢谢你俩谁下脸谁下脸谢谢你俩谁下脸我说谁么谁是谁呀你们对呀不别身边带个走啊哦哟等一下金相公啊别分我子那个人子那不开心的他是干嘛呢相公啊不是告诉那个人子我们来海外今朝那个人子不能不用搞三个多了红利不怕用上没不能我谁个用了刀开了我决定顶头动人啊听我说个那个是我到东动人跟到东我不追你不沟通说你恨得怎样的啦请问的人那是干什么的呀我做啥呀父母那是我带解释的呀还是我到东动人跟到东我不追你不好动原来是如此徐相公你放心一听对于差人帮忙哪边追兵高让何为计手